嗯，对，MV 的女主角可能是大家心目中的女神，她就是隋棠，真的，隋棠没有跟这么黑的人拍过 MV， 很有趣哦，就是一张母语专辑，然后居然找了一个感觉就是很流行，流行吗？很主流，主流，应该很多人大众社会时尚认识的一个人这样，然后来一起合作，为什么不找原住民一起来当这个 MV 的女主角？那时候我也很好奇，为什么导演有这样的想法？其实导演的想法是，他觉得应该把整个心拉得更宽广。就是爱护土地的不是只有原住民啊，搞不好很多人也是很爱护土地啊。所以那个女神的形象啊，不是只有原住民啊，所以要找一个大家都认识的，所以比较有女神形象的，就是隋棠的，也还不错啦。你们抱过隋棠吗？没有，我抱到一点点。但是我也很开心，就是隋棠愿意或是他的经纪人阿莎姐愿意给我这份支持的力量。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拍电影的时候，我才认识他的。我拍电影的哦，我是演员呢，你们知道吗？没关系，今天知道就好了。我的身份很多种哦，部落的大哥哥，然后又要发专辑，又是歌手，然后又是演员。慢慢了解啊，我们可以花很长一段时间认识啊，然后拍电影的时候才有机会认识隋棠，然后他突然对我的身份很好奇啊，其实他也不知道我是唱歌的写歌的，后来才知道，他以为我只是那个部落的大哥哥，然后聊一聊他很喜欢，他很向往，就是聊一聊，他就自己有想象，他很想要去一趟台东东海岸。我以为他只是讲讲而已，就是大家在拍戏工作过程中有这样聊天。然后到了今年年初，确定这张专辑要做了，然后 MV 要拍了，当时突然想到说啊，真的要找隋棠吗？你知道我的心情跟大家都一样，我们这么渺小，然后隋棠哇这样的，我们都是这样，我都是这样的心情这样，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会答应这样？没想到他因为他之前跟我承诺过，他说他会去台东，然后来帮我拍 MV， 说到做到啊，一个女孩子，而且很漂亮，在部落里面造成很大的回响，因为他刚拍 MV 的，如果你没有看到那个 MV 的话，他一下飞机到台东到都兰的时候，第一个镜头就是躺病床，第二个镜头躺马路，第三个镜头躺车子，然后他问导演：“我没有站着的戏吗？”哦，不过他那时候下雨天哦，躺部落的马路这件事情实在是太有趣了。你知道他躺在部落的马路旁边多少部落的阿嬤在看，他以为阿嬤就是说，这个女孩用母语讲了，这个女孩子那么漂亮，怎么也9岁了？没有，拍戏啦，阿嬤不知道啦，没有看过这样子的那样，但是就是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就很特殊，我觉得应该，我觉得对一般人来讲，应该，尤其是对隋棠来讲，他很少接触这样的，他应该也是有很大的震撼在他心中，所以我不晓得他丰年祭会不会来了，那丰年祭就现在了，就我明天也想要赶回去啊，如果你们想我的话，我在 Facebook 上面拍丰年祭的照片给你们批判一下啊 ，SNG 连线这样子，很有趣。这首歌也因为这样的过程之中，这首歌还蛮加分的，就可以给更多本来不太认识原住民，然后是不太了解母语或者不太知道都兰的很多的听众群开一个窗这样子，是一种方式啊。然后专辑里面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我还收了一首日文歌，
哦，为什么要收视日文歌？不是因为我很会讲日文哦，不是，是因为我是都兰的国际艺人，常常去日本表演的。当然也是透过刚刚介绍的那个信狗导演这样，透过他的关系，我突然去日本表演的机会很多。去日本好像还保有蛮多台湾早期的历史文献，尤其是照片这件事情。在原住民的部落里面，应该如果可以看得到很早期的照片的，当然都是日本那边保留的比较多。所以其实，可是对一般的日本大众来讲呢，他们其实没有想到台湾有原住民。在日本的原住民好像只有北部的北海道有爱奴族，他们的人口超少的。其实相对于台湾现在原住民人口大概接近50万吧，对啊。可是日本那边的爱奴族好像只有2万，日本人1亿多人口，那是0.0000，就是他们其实很少听到原住民这个单字，很少，比较不常。所以我说我可以跟日本的听众分享说，导演很开心，于是他就带我常去日本表演。但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就是我突然联想，到我的父母亲了。你知道到日本表演了，因为我不会唱日文，而且我大部分都唱母语这样。反正我在台湾习惯了，大家听不懂也没关系的。所以去日本表演的时候，其实还蛮能适应的。但是平常生活中，就突然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离家那么远，然后到一个语言不通的地方工作，那个感觉就好像我的爸爸还有我的阿公他们那一辈，他们早期是不太会讲中文的，离开部落里面，哪怕只是到高雄或是到基隆、到台中，他就不会讲中文了。对他们来讲，离开部落好像出国一样，就到另外一个国家工作，然后开始练习讲中文，甚至要练习讲台语。然后我突然有一种这种感觉，在日本表演那么多次之后，原来以前离家是这么想家的心情。那为什么要离家呢？其实大家都一样，就为了自己的梦想。有的人梦想是为了赚钱啊，有的人梦想是为了赚钱又有梦想所以才选择离开部落，寻找新的一个方向。但是多多少少都还是会挫折的过程中，总是需要一些归属感，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房间，可是最大的归属其实还是想要回家。就这样分享的过程中，跟我一个日本好朋友青木有香，他就帮我把这首歌写好了，然后也献给每一个很孤独在外面打拼为了自己梦想的年轻人或者你们。这首歌叫《Solo》，听你们。